地震的所以我哋要趁着安排綠，燈嚟到所以預備我們要趁着綠燈。好啦，嚟睇下呢3節喎嚇。好，然後我們看這3節的咁啊，幫經文。大家咧去拆解嗰啲字，因為好我們看看呢啲字咧，那些我哋先知道佢嘅教導嘅意義喺邊好，我們度。看看每一個字啊，我們才知道他教導的是什麼。第19節佢講到撕裂衣服嚇。第19節他說到撕裂衣服。希伯來文咧，撕裂係一種情感嚇，希伯來人來說呢，撕裂是一種情感的表表達你一種達，嘅情緒嘅反應。是一種情緒的反而應。嗰隻衣服係代表咩咧？衣服咧就象徵你嘅內心呢種嘅痛悔啊！衣服就是代表你內心的那種痛悔。痛悔啊！咩叫痛悔啊？什麼叫痛悔？即係你會悔改嘅。就知道你是即係話佢個錯了。撕裂衣服嘅意思，即係話佢悔改啊！撕裂衣服的意思就是悔改的意思。哎呀，真係做得唔啱，是說我做的真的不對了，知道自己錯。知道自己錯了。好啦，第20節。 20節。第10節咧就講到吩咐同埋説，嗬。這裡說到吩咐說。咁係咩意思咧？就係吩咐係一個動詞，即係話嗰個係一個命令嚟嘅。當然，吩咐是一個動詞，是一個命令。咁命令你，即係話我命令你而家即係要做嗰樣嘢，咁你即係就是我吩咐命令你，現在立刻要做，轉向嗰個目標咯，係咪？所以你就要立刻行動，轉向那個目跟住佢話標。説叫邊幾個啊？還有說叫誰啊？頭先我講過希勒家啦，希勒家啦，同埋其他嗰啲官員啦。還有其他的官員。呢啲係咩啊？這是什麼？核心嘅團隊啊嘛。這個是核心的團隊嘛。咁我喺度建立教會嘅時候，都有幾個弟兄即係同我一齊好密切嘅。我在這裡的時候，也有幾個弟兄、幾個家庭跟我很密切的。因為每個禮拜咧，我哋都要查經，所以每個期我們都培養嗰個關係同埋屬靈生命嘅關係。我們都查經培養屬靈的生命的。所以我有時候一講嘢，佢哋知道我講乜嘢。有的時候我一說，他們就知道我說什麼了。説核心呼召呢個核心團隊要轉向一個目標。呼籲這個核心的團隊要轉向一個目標。呢個皇帝唔能夠一個人做事情嘅。這個皇帝不能夠一個人做事情。好啦，嚟到21節咯喎。來到21節。21節咧，佢就話去同埋求問。就說到去和求問。即係去嗰度啦。去那邊。跟住叫佢求問乜嘢啊？還有求問。求問嘅意思即係話你要揾嗰啲細節出嚟咯。就要把細節找出來。尋求同埋探究咯。尋求探究。探究乜嘢啊？探究什麼？探究神究竟想我哋點啊？探究神到底想我們怎麼樣？即係今日即係講緊咩啊？就今天我們是要什麼？你哋幾個翻去都同樣祈禱。就是說你們幾個回去要禱告。我今日所感受到嗰種嘅悔意，你哋都感唔感受到？我今天感受到的悔意，你們感不感受到？會唔會帶領整個會眾一齊嚟到悔改啊？會不會帶領整個會眾一同的悔改呢？所以有聖靈嘅工作，所以有聖靈的工作，亦都有人嘅信服嘅配合嚟到先至成就到件事情。也要有人的順服配合，才可以成就事情。好啦，解釋咗之後呢，我就歸納咗呢幾個重點。所以我們可以得到以下的重點。今日我哋就嚟到學習。今天我們就來學習。神碎我心，生命變。神碎我的心，生命就改變。領人悔改歸神懷。領人悔改歸神懷。求神不息，被永恆。求神不息，被永恆。有一個事蹟咧，大家一定要翻去睇呢個。這個事情呢，你們一定要回去看看啊。好長，我唔讀嚇。這麼很長，我不讀了。呢度我大概講個意思俾大家。我大概講一個意思吧。你寫低嗰個經文。你寫下這個，記下這個經文。申命記嘅17章18到20節。申命記的17章18到20節。你翻呢段經文好緊要。你們回去自己看看。佢話呢個皇帝登上生基嘅時候咧。他說到這個皇帝登基的時候啊。嗰個祭司咧要佢去俾本聖經佢啊。那個祭司呢，就把一本聖經交給他。嗰本聖經係唯一一本聖經嚟喎。這個是唯一的一本聖經啊。然後咧，唔係送咗俾佢嘅喎。不是把這一本送給他。係佢要喺呢本聖經裏邊自己抄一本。他要為這個皇帝為自己抄錄一本。
即係今日，即係我唔知啊，當時嗰啲聖經咁大卷啊！當時你知道那個聖經這麼大卷的，你知唔知抄呢本聖經要抄幾耐啊？你知道要抄一份聖經要抄多少啊？抄6個月啊！抄6個月。即係做皇帝之前咧，你要混埋你自己喺一個地方裏邊，首先要做嘅就係抄一本聖經俾你自己一生嚟到用嘅。這個做皇帝嘅時候啊，你要坐下來把這本聖經抄一次，你有冇睇過一生自己來用。有邊個睇過呢個經文？有誰看過這一段嘅經文？我都係最近先至發現到。我才是最近看嘅時候才發現。我最近先知喎。咁原來你諗下，你用6個月。混埋你除咗瞓覺同埋食飯，你就6個月你除了吃飯睡覺，你就是抄聖經給自己。你今日啲聖經好簡單啦，係咪？今天我們看聖經很簡單，即係每一個手機都有聖經嘅。手機有聖經。嗱，個問題喺邊度咧？問題在哪裡？就係你換咗，你由14換15咧，咁你就咁咩啊 ？transfer 就得㗎啦，係咪？我們從14轉到15呢，你就這樣子 transfer 就可以了。你有冇一本咁嘅聖經？你有沒有這樣的一本嘅聖經啊？自己抄嘅。自己抄的還是要？一生係你自己。一生就是你的了。呢個就係當時嗰啲皇帝點解能夠可以治理國家用神嘅話，就係因為佢有自己手抄嘅聖經。那時的皇帝啊，為什麼可以治理國家，用神的話來治國呢？同電子聖經唔同嘅。跟電子聖經就是不一樣啦。你知唔知我揭聖經嘅時候咧，唔係記 number 嘅。你知道他翻聖經嘅時候啊，我翻聖經嘅時候不是記 number 的。係記咩啊？是記什麼？記個位置喎。記位置的。揭開嗰頁咧，就喺嗰度揭到。翻開大概是這個位置。所以第二本聖經嚟嘅時候咧，好難揭嘅喎。換了一本聖經就比較難了。明唔明啊？呢個係你日常生活嘅一種同神之間建立嘅一種溝通嘅關係，只係你嘅啫。這個是你自己個人跟神的一種的關係啊。所以每年教會即係同你受浸完之後咧，就送教會一本聖經俾你。所以呢，教會受浸呢，每個人受浸之後呢，都送給你一本聖經。之後就係你喺呢本聖經上面去建立同神嘅每一日嘅關係。然後就是你自己在那本聖經上面建立的跟神的關係。唔係就咁聖經㗎。不單是一本聖經。有口水㗎。有口水的。有眼淚㗎。有眼淚的。有餸汁㗎。有菜汁的。呢個先至真正嘅一本嘅聖經。這才是你的聖經。所以呢個皇帝點解明白神一講佢就撕裂衣服？那為什麼這個皇帝他一看這個律法書，他就撕裂衣服呢？